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7，旧历的11月22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大货车有装行车辅助的系统，但是也是有死角。南投的草屯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有一台双载的电动自行车，甲大货车相压，骑车的23岁越南籍的女技工，连人带车加落车骹，当场死亡。坐伫后座的乘客是轻伤。弄死人的大货车有装迄个行车辅助的系统，但是驾驶讲也是有死角，正坏的时阵也是无看到迄台电动车。救护车赶到车祸现场，这台拖拉机车骹卡一台电动的脚踏车，倒伫涂骹，这个是23岁越南籍女驾驶已经无开啊。另外，火灾这个嘛是越南人21岁，敢若受到轻伤，好朋友被告时伊真艰苦。车祸发生伫南投草屯，大货车的驾驶讲，当时正越过听到声，才发现讲弄到人啊。他怎么滑进去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看后照镜没看到。这台货车顶有倒行车视线辅助系统，前后拢镜头，双边目睭面嘛拢加长，想袂到同款有死角。主要是那边啊，右半边哈。右边。所以其他有倒辅助系统的大货车来看，驾驶座头前银幕有分几啊加。代表车的前后甲倒边正边无同款的角度，因过司机讲镜头搁较侪粒，目睭嘛无可能一直看。因为你要注意前面，注意旁边四周，你不可能一直在注意那荧幕啊。另外一台游览车车顶嘛有倒这款的辅助系统，司机讲转过来时视线嘛有死角。驾驶座前方的 A 柱还是会有死角看不到的。因为高度问题啊。大车悬高长有倒行车视线辅助系统。虽然讲会使加强马古面不足，不过行车状况真济，就是讲大车的驾驶转弯的时爱驶较慢哩，并且注意边的车辆以外，其他人上好甲大车爱离较远哩，安尼较安全。